Mystic Moon, awaken your inner light. 你有冇發現，當你開心嘅時候，周圍嘅一切似乎都變得順利？相反，當你充滿焦慮同憤怒嘅時候，生活都好似充滿阻礙。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宇宙法則。你嘅頻率決定你嘅現實。我哋嘅思想同情緒好似係無形嘅能量場，時時刻刻向宇宙發送震動。當你選擇愛、感恩同信任，你嘅頻率會同美好嘅事物共鳴。相反地，若果你陷入負面情緒，世界都會回應相應嘅混亂同阻礙。你嘅每一句話、每一個念都是頻率嘅源頭。當你話俾自己聽我不夠好，我無法做到，越講越會成為你嘅現實。你要選擇講我值得，我相信自己，你嘅能量場將隨之轉變，吸引支持你嘅力量。記住，說話同念頭就係最勁嘅許願咒語。愛與感恩係宇宙中最強大嘅頻率。每日花一啲時間，感謝自己擁有嘅事物，感謝生命中嘅每個經歷同挑戰。當你嘅內心充滿感恩，你嘅頻率將提升至與幸福共振嘅層次。宇宙係一面鏡，佢不斷反映你嘅內在狀態。當你調整自己嘅頻率，世界也將回應你嘅改變。今天選擇成為高頻率嘅自己，讓愛與光為你開啟新嘅可能。